后来因为做风台，桃园今仔日是停班停课，客运嘛拢停驶。有真侪爱坐车到外县市上班的民众，到现场才发现无车通坐，部分的路线嘛因为公车来减班，等车是等夭寿啊久，甚至有人等超过1点钟，实在真无奈。听伫公车站等几步，都是等无车。抬头看，才发现根本就无车通坐。风台来啊！桃园市宣布停班停课。不过也是有不少人爱去外县市上班。有民众讲，早起6点外就出门，看到公车站牌拢写也未发车，查落才知影，讲到客运全面停驶。市区的公车同款二等，每等一班公车拢比平常时间较久。20分钟啊！原本等20分，然后现在等了加倍，要等50分钟，加起来要1个小时。麻烦就对了啦。麻烦真的麻。我现在在等家人来接，我原本就是要搭差不多10点多的公车，可是他现在延到11点了。有民众看一个人气，不过也有人认为，毕竟是风台天，安尼状况会当理解。桃园客运也表示，因应11停班停课，依照惯例，将市区部分的路线减班次。国道也有线区因为风险较悬，直接停驶。伫前一天就已经公告，希望旅客会当谅解。是讲风台天也是予真侪人生活不分辨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